地老的家中了，开的啊！爹帮老板来不呀？那摆多少点多点？就要开摆着啊！我知道开嘛，对了。乖。我认多公司十开。让侬这个。那这老板要这不要老4元一瓶啊？我不要到刚才开了，那多明明他说做老板那报单你知道？老头马上报单。我报几道单。开完就叫你。蛮弄到等。报单知道？老这个木那叫么啊？不能。让你买了，差点被老大看到老大我已经我报。那就是开了嘞。这是他们中午就马上就天老板嘞，天还老板嘞。那摆多少杯子呢？弄的吃的我多能弄干是吧？我。这大点。他知道。老板子你知道没啊？在这旁边呢让我进去到底去让你别别让了。在旁边呢。开了啊！家不红啊！乖。在旁边呢，开着开。叫人开着开。在旁边呢，我开着开。老板子天嘞。老子多的对呀，这种多着。那叫人家明天。菜么？在么子每日的嘛？这个叫出来一砸，开个半天了够砸。明天老板嘞。